今年1月，有未成年的查某选手去新北市新增的运动中心参加游水比赛。入去查某这边了后，这选手就开始来换衫，一直到教练甲提醒，才知影讲原来有监视器，发现换衫的过程全部拢互人翕落来。这家长是真不满，这现场无标示，要求运动中心台画面也互人拒绝。即马运动中心已经出面解说。 来到新北新增国民运动中心，伫查甫比赛入去，查甫换衫间藏物件的图画区域真大，也无敢有注意天棚的顶面，煞有装监视器。有未成年女选手今年1月到这参加全国游泳锦标赛，都伫这个区域换衫，一直到有人提醒，才发现这个区域有装监视器，规个换衫的过程拢放收落来，互女选手的家属去甲要提告。这位妈妈非常的担心，她立刻去报案。 也调阅了监视器画面，发现不止他的女儿，当下参与比赛许多的选手都被拍下了影像，但是当下呢，他反映要删除画面。 遭到拒绝。加上透过议员认证指出，迄天因为赛程安排，加上独立换衫空间不足，比赛选手多数拢伫查某换衫间内的藏物件区换衫。也搁加上指控现场无看到监视器警语，就连监视器的监看画面，技术拢放伫柜台的管理人员会当看到。加上认为管理单位付出钱涉犯刑法的妨碍秘密罪，等到事发地点，有部分民众表示，唔知影游泳区域的男女藏物件区有装监视器。会觉得很奇怪吧？为什么那边会有那个监视器？感觉很不好啊，对不对？对小孩子是一种受伤啊，他会觉得说好像都什么都被人家看光光的感觉。我们其实在装监视器的时候，基本上就已经有放。一开始的话，可能是用 A4 纸啦，所以可能是真的比较不明显。但现在我们基本上把这纸张整个放大，然后字体也放大，然后一再走进去的时候，基本上你的视线就一定能看到警语。 运动中心业者回应，因为连发生藏物件图画、偷摕事件加装监视器，目前已经放大工具，有监视器警语，避免有民众无看到。有关未成年女选手换衫画面已经删除，确保袂外流。新北市体育局要求运动中心全面检视换衫间的藏物件区域，若有装监视器，爱清楚告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